心理學家 Maslow 曾經講過，一個人可以選擇往後走向安全，又或者往前走向成長。香港回歸後，Sandy 喺浸大新聞系畢業，用文字記錄歷史時刻。佢喜歡文字，可以我手寫我心。2002年，佢裸辭飛到英國修讀 MBA。2003年，香港爆發沙士，巨星張國榮離世。雖然當時身處英國，但係心係香港。同年畢業返港，見到香港人瞬間回復正常，充滿生命力。Sandy 亦都決定轉跑道，投身金融圈，一做就係10幾年。金融世界俾到 Sandy 物質回報，但同時透支咗身心，所以2016年決定再度裸辭，考入香港大學修讀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。畢業嗰一年，香港開始爆發 Covid， 重返校園係一次重新認識自己嘅機會，亦都係蛻變嘅契機。每晚上堂嗰陣，面對複雜艱辛嘅課程，就好似跌落公海浮沉嗰種感覺。求變之路一啲都唔易行。重返校園3年，佢2度患上癌症，做咗33次電療同2次全身麻醉大手術。嗰陣 Sandy 曾經跌入懷疑人生、恐懼死亡嘅漩渦當中，係藝術治療嘅力量陪佢走出黑暗，最後更加成功打贏怪獸，順利畢業，戴上人生第3頂4方帽。Sandy 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喺挑戰中成長，喺經歷中蛻變。2021年10月，疫情依然嚴峻， Sandy 決定成立陪住你心理服務及顧問有限公司，坐落銅鑼灣。佢感恩可以喺工作室內陪伴每個個案渡過難關，同行感受生活嘅甜酸苦辣，療癒身心，探索生命嘅意義。中意行山嘅 Sandy 話，行山嘅過程好攰，但係就可以見到好多意想不到嘅風景。過去3年，佢喺銅鑼灣見證香港嘅經濟變遷。10月25號係陪住你3週年，佢希望可以繼續同香港人結伴同行，喺挑戰中蛻變成長。最後祝福香港人身心健康，活在當下，尋找自己嘅復原力量同內在潛能。